的小组嘛有侪无共款的活动团契，真正鼓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委身伫一个小组，也是委身一个团契，伫内面会当做伙含遮兄弟姊妹有更较深认捌的机会，嘛伫小组也是团契中，嘛会当更较建立一个信仰的团体。对我无输讲，咱第三个有做小组以外，若是你愿意，你嘛会当拜六暗时来参加阮青少年的小组。伫咱开始讲到进前，咱搁做伙来祈祷。阮的天父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搁一个引带阮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学了你，也感谢你，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这间教会成做一个信仰的群体，互阮伫遮彼此关心、彼此带祷，也彼此祝福。也求主你甲阮三个弟弟，记得早起时的礼拜，也将你的属天的祝福临到伫阮每一人的性命。互阮通含你有真实的三拄，也伫今仔早起会当搁较明白你要对阮所讲的话。愿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最后所有性命来求，阿免。时间过了真紧，咱伫2礼拜前较拄过了新年，新历的新年，后礼拜就搁要过一个旧历的新年，一冬一冬一直咧过。一日一日一直咧过，特别伫新的一冬开始，咱拢会有无共款的想象，咱拢有无共款对新的一冬的期待。毋知你伫这个新的这冬，你有啥物款的期待？你有啥物款的想象？有一部电影，伊叫做《阿甘正传》，可能有真侪人有看过这部电影。伫内面的这个主角。伊讲了一个台词，伊讲人的性命就亲像一盒的巧克力，你永远毋知后一个是啥物口味的。伊讲咱的人生就亲像咱咧摕巧克力共款，你手虽然去摸去摕，但是你永远无法度想象你摕到迄个口味是啥物。你只有放伫你的喙开始食，啖着迄个味的时，你才知迄个是苦的，也是甜的。伫咱一冬一冬伫过，每一天的日子伫经过，咱嘛无法度想象，今仔日所经历的一天是好的一天，也是歹的一天。今年是好的一冬，也是歹的一冬，咱拢无法度通想象，咱嘛拢无法度了解，因为咱只是人，咱无法度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是啥，伊伫咱人生的计划是啥物。咱只会当伫逐天的生活。伫咱每一天所经历的日子，经验着上帝的恩典，甲上帝的疼痛。当咱咧看圣经的时，有侪圣经的人物，因的故事其实嘛是安尼，因拢无法度想象因的生命会经历着什物款的代志。当咱看到摩西的故事，当伊一出世的时，伊的老母就要保护伊，所以就甲伊放伫一个篮仔内面。但是最后，互埃及来收养，然后伊伫埃及内面渐渐来大汉，但是却无想到，伫埃及经过40冬了后，发生一个事件，互伊必须爱走去伫旷野来逃险。伊伫旷野佫经过了40冬，上帝佫甲呼召讲摩西，你爱转去埃及去拯救你的同胞。然后，佮经过侪代志，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，然后带因要入去到伫迦南地。所以，咱看摩西一生，伊原本伫40岁以前，伊的40冬进前是过了非常的舒适，伊是互非常侪人来奉待。但是无想到，伊人生的中远的这个40冬，伊却是爱伫旷野来生活。最后的40冬，伊变做是一个领袖，伊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过红海，经历着旷野的日子。虽然看到摩西，伊的人生嘛亲像在食一个巧克力共款，可能一开始食着是甜的，但是过了40冬食了是苦的。但是伫这个过程中，永远无法度想象到底上帝的作为到底是甚物。
今日咱所看的经文，以赛亚书43章所记载，以色列人因受掠到伫远远的巴比伦的所在，经过70冬，因有机会通转到伫因的故乡耶路撒冷。但是当伊要转去进前，透过先知以赛亚甲因鼓励，也搁一届甲因提醒。伫这个新的日子，恁通转到去耶路撒冷的时，恁爱用什么款的心态，用什么款的态度来迎接这个新的开始？上帝透过以赛亚，搁一届对这个百姓，互因了解上帝甲因的关系是啥，嘛互因看见上帝伫这个民族的心意是啥。其实上帝毋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讲话，嘛是对即时的咱在讲话。上帝有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日子，嘛，互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新的开始、新的日子。毋茫伫这个新的一档开始的时，咱用这段的圣经，咱嘛搁一届做伙来思考，以赛亚对以色列人的提醒，也真侪是咱每一个人生命中上大的提醒。所以第一个要和大家来做伙分享的代志是。回想往事，爱来诉算主的恩典。回想往事，咱爱来诉算主的恩典。伫咱拄仔所读的第一段经文，伊讲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，伫大水中开一条大路，伊召灭战车、马、军队、勇士，互因拨落去，袂当过起来，因受消灭，亲像灯火，全部化去。先知搁一届用这段因非常了解的故事，因过民族有经历过的这段历史，搁一届甲以色列人提醒，也甲因鼓励。过去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经验是啥物？这个经验就是一开始讲到摩西伊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，因拄着红海。后壁有埃及的军队，然后一个非常大的声野，就是红海分开，互以色列人通过去，然后这个军队消灭伫因的后壁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时，这个非常深的这个记忆嘛，一直伫因的民族的内面。先知以赛亚搁一届甲以色列人讲这项代志。虽讲过去恁受掠，虽讲过去恁伫迄个真艰苦、困苦的生活，受掠到伫远远的所在，但是莫袂记哩，伫过去上帝安怎伫保守恁？不只是伫红海这件事件，伫旷野，伫因建立以色列国家，伫做做代志，上帝有缘伫保守因，上帝有缘，互因看见伊的恩典，敢毋是？当咱伫新的一冬回顾咱的过去，回顾过去的一冬，咱是用什么款的心态在看？咱是用一个感谢的心在讲，哇，主啊，感谢你过去的一冬伫你的保守，主啊，感谢你伫你的保守，互阮通平安经历着经历一冬，也是带着一个非常埋怨啊，主啊，过去的这冬我乃过了遮歹，乃拢是互我拄着遮无好的代志。也是咱回想起咱伫咱生命的经验，上帝放落迄个好的代志。伫以弗所书第5章20节，保罗先生安尼讲，伊讲，着靠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为着逐项代志，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保罗先生讲了一项代志，伫这个经文伊讲，为着逐项代志，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伊讲着啥？为着逐项代志，伊毋是讲某一项代志，也是讲好的代志。伊讲的是逐项代志，代表是啥？好的代志、歹的代志、所有的代志，就爱时常来感谢上帝。其实咱真做一个基督徒，上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精神，就是感谢的精神。不管咱拄着任何的代志，不管伫任何的状况，咱拢爱清楚知影，咱信仰的态度就是爱感谢。
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，常常用感谢来代替咱的疑问甲困难。这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信仰的一个元素，就是咱敢有一个感谢，敢有一个对上帝感恩的心。若是咱常常拢将遮个妖疑、将遮个困难放伫咱生命的头前，却袂记得上帝过去安怎带领伫咱的生命，咱就永远将遮个困难放伫咱的头前，却袂记得过去上帝的带领是啥。所以，咱常常将感恩不只是放伫咱的嘴，放伫咱的心，咱嘛爱真做是一个行动。嘛爱真做是一个行出来的代志。伫旧约圣经内面记录一项代志，当时以色列人拄到一个足大的困难，因四周围的仇敌要来攻击因。当时的国王伊想到一个办法，当时的人民非常的惊吓，毋知要安怎。拄到一个真大的困难放伫头前。但是当时的国王，伊甲圣经记载讲，伊甲伊的人民参详了后，就设立唱歌称赞上主的人，互因行伫军队的头前称赞圣洁尊贵的上主，讲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的慈爱煞到永远。当时以色列人面对非常大的困难，因的仇敌要来攻击因，四面甲因围咧。但是当时的王甲因的百姓叫来。毋是讲咱应该要安怎投降，咱应该安怎进攻，还是要安怎来逃走？伊却设立一个敬拜俄罗的团队，一个敬拜上帝的团队，伫因的国家头前做一项代志，感谢上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是煞到永远的。咱敢有安尼款的心志？咱敢有安尼款得了解上帝慈爱是煞到永远的？上帝慈爱绝对毋是伫旧年尔，毋是伫2冬前、3冬前尔，嘛毋是伫只有今年尔。咱对上帝感恩，对上帝感谢，是因为伊的慈爱煞到永远，伫咧咱的一生拢永远伫地。伫咱拄着困难的时，咱感谢；伫咱拄着了的时，咱犹原感谢。毋是伫顺境的时阵感谢，伫欢喜的时阵感谢，搁较爱伫咱拄着困难的时阵感谢。当这个王伊将感谢将俄勒放伫军队的头前的时，安尼款感恩的行动，颠倒拍败因当时遮的仇敌。伫新的一冬，咱敢会将感恩放伫咱的头前，将感谢上帝放伫咱的头前。将咱的恶乐放伫咱生命的头前。第诗篇的诗人，伊安尼讲：上主赐我一切恩惠，我着安怎报答伊？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上帝的名。诗篇的诗人安尼讲：上帝我一切恩惠，我一切恩典，我着安怎来报答伊？伊讲我要捧起救恩的杯，求叫上帝的名。上帝献上满心的感谢，上帝献上满心的乐乐。所以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人，新的开始要来啊！新的开始，新的日子要来啊！但是你要带着什么款的心情？犹原是埋怨上帝吗？犹原是将困难放伫头前吗？以赛亚讲无，将感谢，将乐乐。放伫你的头前，放伫你每日新的开始的头前，捧起迄个救恩的杯，咱的上帝来称赞。第一项代志，先知以赛亚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也提醒每一个人，都爱袂记你背后的代志，而且爱告别过去。刷来经文第十八节，伊讲上主安尼讲，毋通只有会记你过去的代志，毋通一直笑念古早的代志。咱看这段经文真奇怪，顶一个经文较多讲，爱去上帝恩典，去上帝伫咱生命的作为。伫以色列
百姓、迄个国家内面所行的奇妙的代志。为什么伫18节上帝忽然讲，唔通记过去的代志，唔通一直笑念古早的代志？奇怪，毋是讲爱感谢吗？毋是爱笑念上帝的恩典吗？为什么上帝安尼甲以色列百姓提醒，也对咱来讲话？为什么上帝爱人无爱纪念，嘛无爱去思想？其实咱常常笑念上帝的恩典，无毋对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过去生命的经验，也是过去的回忆，伊可能是真做咱成长，真做咱继续往前的困难。但是嘛有可能真做是阻挡咱继续往前上大的阻碍，甚至是阻碍咱对上帝的明白。咱可能想象啊，上帝过去安尼带领我伫拄着这个困难问题的时阵，上帝过去就是用这个方法帮我解决啦。我即马搁拄着这个困难，上帝你也用同款的方法。上帝啊，我想你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。有时阵过去美好的经验真好。上帝的恩典伫咱的生命所经，互咱经历真好，但是嘛有可能就限制咱对上帝的想象，甚至嘛限制咱生命继续往前的困难。当咱一直回想伫过去，一直记忆过去好的代志，却袂记你头前有搁较水、搁较美好的代志等待咱继续往前。毋知大家敢有去海边啊去畅水的经验？当你到迄个海边啊内面，你可能有需要排迄个氧气筒到迄个水面下面的时，你会看见哇，迄个水、迄个海下面真水，真侪鱼啊。但是咱了解一项代志，当咱落去海面下面，无可能永远一直伫下骹。水网下骹的景搁较安怎水，你嘛是爱起来。你的氧气瓶嘛会用了，就算你无用氧气瓶，你嘛爱起来换一口气，较继续落去，敢毋是？其实咱的过去，咱的生命经历就亲像安尼，咱有时阵就亲像咧畅水一样，到迄水内面看见哇，海底下面真水，真美好。但是咱无可能永远伫水下面，无可能永远停留伫过去迄个美好的代志。咱永远爱起来，咱永远爱继续往前，咱永远爱看到新的代志。所以上帝甲以色列人讲嘛，对咱每一个人讲，毋是只有一直看到过去偌好。毋是一直看到讲哇，过去的所经历的有偌水，嘛袂当，嘛毋是种恩典的限制伫过去尔，是爱了解，因为伊是一个做新事的上帝。过去的经验，你可能嘛会讲啊，我过去无对较像无事讲拢是好的，嘛有可能是无好的。但是不论是好的，也是无好的。拢毋是，互咱只有停留伫回忆的阶段。咱是永远拢停留伫好的，咱得一直看到迄个好的。若即马拄着困难，就讲啊，我过去拢较好，即马拄着遮个代志，上帝你敢毋是无爱我？若是咱一直停留伫过去无好的记忆啊，我的人生就是安尼，我的命就是安尼。然后可能你的人生你一直困。一直限制伫迄个无好的所在，生命所经历的代志，若是当帮助咱成长，看见上帝伫咱生命做的代志，安尼的未来才是有盼望的。安尼新的日子、新的开始，才是有盼望的。毋是只有停留，毋是只有看到过去。过去虽然重要。但是，迄是互咱会当继续成长、继续往前的一部分尔。更较重要的是，来看见上帝伫咱生命要做的代志。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伊叫马斯洛，伊讲了一句话，我感觉非常有意思。伊讲：心若改变，你的态度就对咧改变；你的态度若改变，你的习惯就对咧改变；你的习惯若改变，你的性格就对咧改变，你的性格若改变，你的人生就对咧改变。
其实看咱拄仔的经文伫讲，咱的心若是悠远停留伫过去，咱生命的经历悠远停留伫感觉你感觉好的，也是停留伫迄个歹的，却袂记你爱往前，却袂记你爱改变。安尼咱的人生可能会无法度好好享受到上帝要互咱的代志。所以，咱的心若愿意改变，咱对咱的人生，甚至对咱信仰的态度嘛会改变。当咱的人生的态度改变，咱的习惯嘛改变，咱看代志的习惯嘛改变。当咱是习惯改变，咱的个性嘛会改变，来调整。最后，咱的个性若调整，咱的人生嘛会改变。对上帝的看法可能嘛改变，对咱的一生，对咱所经历的嘛可能拢会改变。所以，伫腓立比书3章第3节、13节到14节，保罗先生嘛咧讲，兄弟姊妹，我无想家己已经得到，我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你后壁的代志，拍拼追求头前的事，目标直直走。为着要得到的想，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调我去接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。保罗先生嘛咧讲。只有专心一项，就是袂记你背后的代志，拍拼头前的事，往着目标直直来走，为着要得到上帝要予伊的奖赏。你即马的目标是啥？你即马要走的标是啥物？往咱过去遐美好的经验，上帝予咱的恩典，诚做是咱的气力，往前跑走的气力。所以以赛亚甲遮的以色列百姓听起，嘛甲因鼓励，看见一个期待，也发现一项新的代志。不只是回想恩典，不只是嘛爱继续往前，更较重要，还是看见新的代志。先知以赛亚伊安尼讲：我要做一项新的代志，即阵已经发生。恁敢毋知？我要伫旷野开道路，伫沙漠开江河。这段圣经嘛是咱常常摕来鼓励，摕来。互相祝福的一句话，我想先知以赛亚伫遮讲即句的经文，即句鼓励的话，有3项代志会当互咱做伙来看。第一项代志，伊要讲的，其实这种经文虽然短短，伊咧讲，甲以色列提醒嘛，甲咱提醒爱看到，而且是看到啥有新的代志，而且是上帝一定会成就。拄仔经文讲，即个已经在发生，代表是一定会成就。你敢有这款的期待？新的一天、新的日子开始，你敢有这款的期待？你敢有要看到迄个新的代志？而且你敢有迄个信心，讲这是一定会成就的？而且这个信心是来自上帝讲，伊一定会成就。但是，若是真正要经历上帝伫咱生命来开道路，上重要的是，毋是只有徛伫遐看尔。拄仔经文讲，伊要伫旷野开道路，沙漠开江河。虽然开伫遐，但是你若无去看，你无行去遐，你敢看会到？是我都通看到的。所以以赛亚虽然讲上帝要开，要做这样代志，但是你若无行，你去看，你若无实际去经历去看，你无法度真正去领受到这款的代志。所以，当咱学习放下一个消极、无奈，甚至是一个冷淡的心态，反倒当用一个积极的心去面对，咱才有法度去看见上帝的作为是啥物。所以，咱就应该存着一个仰望的心来期待上帝要做的代志是啥物。上帝期待毋是咱一直。注意的是过去的代志，伊所注意爱咱经文拄仔讲的新的，爱咱去看，而且是上帝已经在成就啊。咱敢有安尼款的心志？咱敢有安尼款的迫切的心呢？
伫路加福音，耶稣讲了一个譬喻，伊讲无人将新酒入伫旧的批大，若是安尼做，新酒会将批大来爆破，酒流出来，批大嘛歹去，新酒就入去新批大。耶稣讲了这个譬喻，伊咧讲一项代志，当时的法利赛人，因拢用真侪的律法和耶稣伫对抗。因认为耶稣所讲的是毋对的，因认为耶稣来到伫这个世间要和因作对。但是耶稣讲，无人将新的酒放伫旧的杯大，就将新的酒放伫新的杯大。我想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唯一的不变，就是咱伫上帝的教导甲真理内面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看见上帝要互咱看见新的代志，看见迄个新的代志。耶稣毋是讲旧的无好，耶稣绝对毋是讲遮旧的无好。耶稣是咧讲，袂当因为旧的代志，咱着故作看新的，也是着无注意迄个新的代志咧发生。咱若是无用一个开阔的心来领受，无用一个开阔的心来看见遮个代志，凡说遮个代志虽望是出伫上帝，咱嘛可能产生来犹豫。所以，互咱的信仰正对伫即个时代内面新的想象。伫即个时代内面，咱有侪的疑问，咱有侪无了解，咱有侪一直在敲揣。但是，望伫即个做新事的上帝内面，正做伫即个时代新的想象，看见每一项代志拢有上帝新的作为伫内面。所以，伫以赛亚书54章第2节，以赛亚先知嘛咧讲，着确定你大的布片的地，着甲你布片的布让互开，毋通限制锁着牵甲紧绷，塔拉拢顶好了。所以，先知以赛亚嘛安尼讲，新的一冬，咱的性命敢有法度通确定？新的一冬，咱的性命敢有法度来承接、来看见上帝做新事伫咱的性命？这是一个真大的祝福，但是嘛是互咱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咱敢有法度通领受？咱敢有法度来看见上帝伫咱的每一项的性命，伫咱的家庭，甚至伫咱的教会，要真侪的新代志。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，先知以赛亚伊嘛，甲以赛亚鼓励，也甲每一项鼓励，伫遐凭着信心来行，而且主一定来保守、来保护，也来引带。最后经文安尼讲，野兽拢会尊重我，连豺狼拢着尊敬我，因为我互旷野有水，伫打扫的沙漠有河。互我的选民贪啉，即个主名是我亲手做的，因为称赞宣扬我。伫最后，以赛亚甲遮个以色列人讲，伊讲遮个野兽、遮个走兽拢会尊重我，要互因伫旷野有水通啉，互因伫打扫的沙漠有江河。为什么最后以赛亚要甲以色列人安尼款的鼓励？因为其实当以色列人因要转去的时，因虽望感觉会当转到伫耶路撒冷，转到因家己的故乡，但是要转到故乡的时阵，其实有侪的挑战，因要面对一个新的开始，但是有侪的困难放伫因头前，因为因过去辛苦建立的这个耶路撒冷。互遮个巴比伦人来毁灭，所以因转去，啥物拢无啊。而且因受了70冬，可能有一寡人因伫迄个所在有家己的家庭，有家己的产业啊，叫因要放弃一切，转到伊原本的耶路撒冷，伊可能无愿意。而且因转到耶路撒冷，因该起圣殿，该登起因家己的厝，哇，真困难。而且上重要的是，耶路撒冷四周围嘛，佫有侪因的仇敌，想要来搅了因。
所以对这以色列人来讲，因虽然以撒甲鼓励讲啊，着转去，上帝要带领你，要开道路，要互你看新的代志。但对以色列人来讲，伊嘛有侪挑战啊！我转去，我着该家己起厝，我该起圣殿，我伫原本的所在住了好好，为什么要放弃？而且转去，阮边仔阁有诚侪收益啊！但是最后的经文，咱看见先知以赛甲讲啥？遮的野兽，遮一切啦，拢要尊重我，尊重上帝。上帝犹原赢过因目前所看到的困难跟挑战。虽望以色列人，因可能有遮侪顾虑，但是上帝甲讲，着带着信心来踏出上帝爱因的脚步。我相信的一天，咱犹原会拄着无共款的困难跟挑战。凡说伫即马，你就是已经拄着一个困难，也拄着一个诚大的疑问。但是拄着困难，有时候这个困难一直在想啊，这个困难要安怎解决？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想。是啊，咱来学习伫上帝的心意内面，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是啥物？虽然有困难，但是莫袂记住爱伫上帝心内面找到一条新的道路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伊将带领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的这个任务交予约书亚的时，约书亚要带着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但是因拄着约旦河。当时上帝甲约书亚鼓励一项代志，上帝也甲当时的以色列人鼓励一项代志。虽望这条路无行过，虽望这条路有侪困难，但是上帝甲因三角伫地。当伊要过约旦河的时阵，经文安尼记载，约书亚就吩咐伊的人民讲：恁若看到利未人做祭司，跟恁上帝约柜，就起身离开恁的所在，对伫约柜的后面，互恁知通行的一条路。约书亚甲遮的百姓讲。这条路虽然我拢无行过，这条路虽然可能有困难挑战，但是军队伫上帝后面一定袂无毋对。虽然这条路拢无行过，对咱来讲嘛是啊，新的一天咱拢无行过，咱拢毋知刷来对着啥物代志，但是咱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军队用信心军队上帝的脚步，然后行这条咱拢无行过的道路。非常出名的宗教改革者、改革的人叫做马丁路德。伫伊年老，伊咧回想伊一生的过去，伊讲了一项代志。因为伊要宗教改革的时阵，有侪人甲伊攻击；伊伫编写圣经的时阵，嘛有侪人反对伊。所以当伊年老咧回想伊的生命，伊讲，伊人生所经过遮痛苦、遮困难，亲像咧排义的人所排的遮的义。即马看起可能是倒扁的，可能嘛看袂出因代表的意思，但是当这个字印出来的时阵，咱就会当读了非常的清楚。过去的印刷无像即马用印表机，过去爱一字一字用排的，然后才用印刷的。但是过去排字的时阵，迄字是倒扁的。当看字是倒扁的时阵，我都通看出字到底是咧表示啥物物件。但是当字印刷起来的时阵，才有法度清楚看见迄个字在写啥。马丁路德讲伊的生命嘛是安尼啊，一生中侪的劳苦重担的代志，可能就亲像遮倒扁的字，毋知是安怎。但是最后印的时阵，才有法度看清楚，也看见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物。咱的人生可能嘛是安尼，即马可能看袂清楚，即马毋知到底是啥物。但是有愿做的是，最后咱看见上帝引带咱行迄条咱无行过的路的时，迄个真正的稳定是啥物？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条咱非常了解的一条诗歌，嘛记录伫咱的新圣诗的587首，国语翻译叫做《我知谁掌管明天》。这个写曲的这个作家，伊是一个当伊非常少年的时阵，伊就真做是一个牧师。而且伫非常少年时阵，
伊的音乐的才华就非常的好，所以伊是少年的时阵，伊就享受侪的代志。但是当伊开始伫教会牧会，开始建立伫服侍的时，开始拄着侪的困难甲挑战，特别伫伊中年的时阵，伊的婚姻出现问题，伊的太太离开着伊，教会的人无法度通理解，所以教会的遮的会友就对伊拢有一寡意见，常常伫背后伫讲话。所以当这个牧师，逐摆要到教会要服侍的时，伊拢伫车顶伫哭，甚至到教会的时阵，伊嘛一直在哭，因为毋知要安怎。伊过去一生敢若拢过得非常的好，却袂想到伫这个中年的时阵拄着困难，拄着侪的挑战。但是有一届，当伊要开车到教会的时，伊将车放伫教会的门口，伊伫遐祈祷。忽然间，这条歌就进入到伊的头壳内面，伊就将这条歌写落来。这条歌内面，伊特别讲到，伊讲虽然毋知影明仔载安怎，头前的路是平坦，还是有崎岖的所在，但是伊知上帝伫每时刻拢伫背后伫掌管，互咱的性命得通安然自在。所以才有法度写出这条歌。当伊人生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伊迄个时阵才知是谁掌管伫伊的每一日，是谁掌管伫伊的每一日。我想伫咱的性命嘛是啊。当咱踏出一步，咱人生的一步，咱毋知后一步咱踏落会经历着啥。但是当咱用信心的脚步踏入去的时，你知你的名仔是上帝掌管的时，你就勇敢甲踏出去。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伊讲：毋免惊，我不是甲你同在；毋免惊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要互你坚强，要帮助你。我要用胜利的正手保护你。这句经节也真做咱今年一段上大的鼓励，甲上大的安慰。毋免惊，上帝甲你同在；毋免惊，上帝是你的上帝。上帝要互你坚强。上帝要帮助你，上帝要用伊胜利的正手来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无论过去如何，都爱来诉说上帝的恩典。无论即马如何，咱嘛爱期待新的代志来发生。无论未来如何，咱拢爱倚靠上帝来向前行。愿上帝祝福咱新的一冬。特别过几工了后，咱嘛要迎接旧历的新年，新的开始，新的愿望，也期待新的代志伫咱的生命中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来成就，也互咱踏出迄个信心的脚步来对主行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真主上帝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阮的祈祷，也献上阮的感谢。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冬，你引带阮行过阮人生的每一条无容易的路。虽然有欢喜，可能嘛有目屎，但是阮犹原感谢，因为有主你的引带。主啊，你嘛甲阮讲，毋免惊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；毋免惊，因为你甲阮三角伫地。求主你伫今年新的一冬开始的时，伫这个新的季开始的时，犹原诚做阮随时的帮衬，互阮的性命通坚强。也求主你用你的正手随时来保护，来互阮诚做阮上大的倚靠。就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就阮每一个教会中的家庭，也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求主来引带，互阮踏出迄个信心的脚步，来勇敢对主你来行。原来你祈祷，拢是用靠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免。